神父係來自新加坡，因此個廣東話唔講得幾好，你教下我啦。如果我講錯，你指正我嘅廣東話啦，因為你哋比我叻啲。如果可以嘅話，你可以同阿神父學習啲英文啦，或係普通話。普通話識唔識講啊？識，可能會叻過慢慢。我哋大家一齊互相嚟鼓勵啦。咁我想同你哋講一個故事，呢個故事唔知你哋聽過未咧？呢個故事就係取自我哋嘅舊約聖經嘅呢個創世記，有關一個亞巴郎嘅信德。亞巴郎，我唔知你哋中一係中二聽過呢個故事未啊？聽過未啊？嗱，當時亞巴郎同佢個妻子嘅名叫做撒拉。嗱，呢兩夫婦咧係一對老夫婦嚟嘅。呢對老夫婦好多時候都好希望自己有一個生養，有一個仔女，但係因為佢個年紀大啦，佢哋冇生養，但係佢都慢慢嘅覺得自己年老啦，所以就會覺得冇希望啦。但係有一日，天主竟然俾佢嘅妻子又生養。咁聖經記載佢哋大概幾多歲咧？邊個好熟聖經嘅？呢兩夫婦大概幾多歲咧？幾多歲啊？70歲。佢哋猜下幾多歲啊？唔知道。我講係老人家喎，幾多歲嚟講？嗱，其實咧佢已經差唔多90幾歲啦。兩夫婦可能亞巴郎嗰度差唔多100歲，咁呢個撒拉咧已經90歲嘅大年紀啦。咁你有冇睇過大年紀嘅人大肚咧？有冇啊？有冇啊？梗係冇見過，我自己活到幾十年都未見過一個老人家會懷孕嘅。但係天主賜給呢兩對有信德嘅夫婦懷孕，然後生子，產下呢個伊撒伯。有冇嘢啊？就畫面嚟出嚟。呢個就係亞巴郎啦，你睇亞巴郎幾老，有鬍鬚咯喎，所以而家係天使同佢講，我想賜你一個仔。咁喺第2章咧，嗱之後亞巴郎的確同佢嘅妻子生了一個孩子，叫做伊撒伯。我哋知道亞巴郎係一個好愛主嘅人，佢每一次都係守住天主嘅誡命。做一個好嘅基督徒，咁後來佢生咗子之後，佢繼續去遵從救主嘅呢個天主嘅命令。有一日，天主同佢講：你可唔可以將你嘅獨生子獻俾我咧？嗱，在舊約嘅時候，佢哋好中意有一個獻祭。呢個獻祭就係把動物或係羔羊放喺一個祭壇上邊。動物係俾呢個祭物嚟焚化嘅，因此佢問亞巴郎：你是否願意把伊撒伯獻俾我咧？嗱，伊撒伯係亞巴郎撒勒嘅唯一嘅獨子，佢哋好難之求到一個獨子，然後天主又賜給佢，而家天主又要去把呢個兒子賜給俾佢哋，聽起嚟好似好〜好似好無動咁樣，咁咧你話亞巴郎有冇賜呢個兒子同埋一子俾天主咧？有冇啊？有，最後佢真係帶著呢個兒子上山，然後獻俾天主。我哋睇第2個呢個 PowerPoint 啦。嗱，佢放呢個雅各伯，呢個唔係雅各伯，亞巴郎係啦，呢個亞巴郎就把呢個兒子獻俾天主。咁呢啲柴都係亞巴郎同佢個仔一路行一路執到上去山，然後把一個孩子放上去焚化。咁呢一個時候，佢完全嘅相信天主，完全都冇懷疑天主對佢嘅要求。
咁點解呢？因為佢深信天主會見伊撒伯從死裏復活。最後天主見到亞巴郎佢嘅信德，佢完全嘅相信同埋完全嘅信賴，因此阻止了亞巴郎落手。咁我哋睇翻我哋嘅日常生活中，我哋有冇最深愛嘅人呢？在我哋嘅生活中有冇最深愛嘅人呢？可能你而家年紀還細，你可以講我最深愛嘅人就係我個爹哋、我嘅媽咪，或係我哋嘅兄弟姊妹。可能你會講我最愛嘅也是我嘅知心，要完全嘅相信，完全嘅去依靠我哋嘅天主。在我哋嘅日常生活中，唔好話我哋捨棄我哋自己最深愛嘅嘢，或係最深愛嘅親愛的家人。可能你遇到一個困難嘅事情，或者你遇到困境嘅時候，你如何去對待或係看呢個困境呢？如果你又遇到或係遭遇到唔好嘅事情發生在你嘅身上，你點樣做呢？身為一個基督徒，你要完全嘅相信呢個天主會帶領你，完全嘅相信天主與你同在。你唔係一個人擔起呢個十字架嘅，因為天主永遠在你嘅身邊，因此你嘅相信，你在內心會得到一種平靜，一種平安。不管你在外在嘅事情完全未恢復到你所理想嘅呢一種嘅呢個境界，但係你嘅內心係帶住一個平安，帶着一個喜樂，相信呢一啲困境對我係最好嘅。當我哋睇到亞巴郎見起個子嘅時候，佢完全冇懷疑，完全冇唔捨得，佢願意付出俾呢個自己嘅子獻俾天主。咁我哋睇到呢個亞巴郎嘅呢個信德，因此呢個教會稱亞巴郎為信德之父。呢個信德對我哋有信仰嘅人嚟講係非常重要嘅。好多時候，我哋要活出我哋嘅信德能夠幫助我哋在困境中去依靠天主，信德能幫助我哋在呢個困境中更加去認識天主。點解你會睇到有一啲基督徒在困境中佢都咁愉快嘅度過呢？因為佢有信德，信德使佢相信天主能夠幫助佢，天主與佢哋同在。因此，小你哋同學仔都一樣。當你哋遇到考試嘅時候，或係遇到困境嘅時候，你可以祈禱，你可以託付天主。天主，我聽日要考試啦，希望你幫助我，俾我精神，俾我聰明智慧，把今日所讀嘅、聽日所考嘅都能記得，都能好好嘅去作出你自己嘅答案。咁我哋千祈在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，唔好埋怨，唔好抱怨，唔好懷疑，等等嘅態度嚟看待。我哋要完全嘅相信去投靠我哋嘅主基督行善，可能你講係行正義，或係施捨，或係幫助人。我哋幫助人有好多方面可以幫助人，可能在金錢上啦，或係在時間上啦，或係在體力上啦，或係在精神上俾人支持。可能有一個更加呢個貼切嘅例子就係呢個同學仔，可能在金錢上俾得好多，但係你都可以俾得1毫子、2毫子做一啲善事。更重要嘅，我哋喺學校裏邊生活，可能你睇到一啲同學仔，佢嘅功課比較差一啲嘅，或係比較追唔上嘅。一啲叻嘅同學仔或叻嘅哥哥仔，我哋可以用我哋嘅時間，用我哋嘅精力嚟同呢啲同學仔做一個補習。做神父可以做到好多善功嘅。好多時候，神父唔係喺教堂裏邊坐喺度，坐喺辦公室度等人嚟。其實神父去咗可以做好多善功，假如去醫院探訪病人啦，
或係去參加喪禮啦，同人主持喪禮啦，或係去同人主持婚禮啦，或係去醫院送人臨終啦，或係醫院安慰別人啦。好多時候，好多教友都會嚟到聖堂，你問神父，把佢嘅苦衷，或者把佢嘅困難或係苦楚同神父講，神父將會開解佢哋，教導佢哋用呢個屬靈嘅方法去教導佢哋，或同你講一講聖經係點樣睇我哋嘅困難嚟開導佢哋。因此，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做好多嘅善事。我哋睇上面嘅相。呢啲係乜嘢嚟㗎？你認唔認得上面嘅同學仔啊？認得嘛？佢係邊個啊？你哋可能認識，可能唔認識。佢哋做緊乜嘢啊？佢哋可能去拜訪一間老人院，佢哋去同婆婆講話，安慰婆婆。咁我哋都可以做到嘅。學校可以同你舉辦一個帶你哋去，你哋而家自己可以同父母去。我哋其實周邊好多人都好需要我哋嘅幫助。我哋雖然可能冇錢俾你，但係我哋可以就我哋嚟抽足一啲時間嚟陪伴佢哋，嚟同佢哋講一啲説話。我哋睇翻聖經嘅約翰福音第11章11節講到，耶穌自己講到：我是善牧，善牧為羊捨掉自己嘅生命。確係天主係最完美嘅善，最高嘅善，係為我哋嘅罪釘喺十字架上。因為我哋世人都有罪，因此天主為我哋嘅罪釘喺十字架上，流出佢自己嘅血嚟洗淨我哋嘅罪過。約翰福音第1章講到天主是愛，若天主在我哋嘅生命中，或在我哋嘅心中，佢不能不激勵我哋去行善，因為天主先愛我哋，然後我哋先懂得點樣去愛別人，點樣去行善。